對於現代人嚟講咧，基督教佢只係一個解決方案。佢解決嘅問題包括係人嘅社交需求、意義感、罪疚感同埋對死亡嘅恐懼，仲有我是誰、我應該點樣活呢啲嘅問題。而任何嘅解決方案咧，都有佢嘅成本同埋風險嘅，例如係金錢、時間、精力、某一啲信念同埋行為嘅限制、某一啲權力架構帶嚟嘅剝削同埋壓迫，同埋要接受某一啲不可證偽嘅信念等等。而家資訊咧就越嚟越流通啦，心理學同埋神經科學嘅發展咧亦都越嚟越成熟，加上 AI 科技嘅日新月異，人會開始越嚟越意識到咧，人生裏面大大小小嘅問題並唔一定要靠某一個宗教咧先能夠解決到嘅。我預測咧，越嚟越多人咧會意識到基督教咧只係眾多解決方案之一啦，而佢咧未必係最優質、最佳嘅解決方案，因此咧會越嚟越多人離教。我想強調嘅係咧，我唔係想反對人信教啦，我亦都唔鼓勵人咧盲目咁離教，因為每一個人嘅成長背景、心理需要同埋人生階段都唔一樣。不過如果喺人生入邊，當我哋發現某一個解決方案並唔係最佳嘅解決方案嘅時候，或者佢嘅成本係遠遠大過佢嘅效益嘅時候，我希望大家可以意識到咧，其實呢個世界係好大嘅，仲有好多其他可能性。